知道。我看你天天找不到乱搓，蹦都跳不起跳，还踩高脚棒。老汉儿我是在我跟你吹，你那挑粪只有几十斤，挑起来太轻松了。现在我踩了高脚板，你假如说能找出来几千斤的一挑，我保证我都挑得起。哎，人呢？嘿，让我黑起跑了吧？儿子，你说你踩了高脚棒，几千斤你都挑得起，我给你找点大一点，你看你挑得起不？啊，圆筒也要捅啊！哎呦，不动，给我把钱拿出来。哪了？制造贴，我操！你在这自己骚的，我靠！有你骚的！你有病啊你！俺不搞了这个。我操你妈！你是不是有病你？吃包子比赛开始。媳妇儿，我渴了，给我弄杯水喝去。没看我玩手机啊。可是比你们差，请问亲爱的老公，你要喝点啥？我喝咖啡。好嘞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干起来了，这男的要么就搞破鞋，要么这女的就那啥了，那就搞破鞋出轨。哎呀，哪呢？哪呢？我这那啥录快手的吗？这叫啥呢？让他！这个是原创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。这是你的，现在分配得很公平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走，回家。哎呦喂，抓不到，这是计划样子，不要医药费吗？有100块钱的嘛？ 100块钱要有价值产品才可以报销的嘛。没见过噻。走，先生，我们就
去报销。姐夫要吃柚子，你给我剥皮好不好，姐？小姨子，来，给你表演一个秒喝矿泉水。好呀好呀。换我了，我也会。